过伫同一带为绿河村走出来东非狼熊围捕的过程中，因为重伤死亡。新北县政府农业处认定讲，绿河村违反着野生动物保护法第31条，裁定5万块的罚款。农业处认为讲，绿河村伊个饲的野生动物无妥善的管理，嘛无主动通报县政府，要求绿河村伫1个月内爱增加防盗的电幕网数量甲关度，而且挖进这个电围栏的这个树啊，嘛要全面的整理完成。园方所有人员呢，必须要完成动物脱逃的相关教育训练，甲游园车动线出入电动门的管制训练。另外6个月内，也就是半年内，绿河村嘛要全面将这个狼熊呢做这个晶片。加登记的工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